今日怎么样？娘子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朱庭县真应该改名叫朱大坑，可把我这个代理县令给坑惨了。那要不你去找一个懂官话又懂当地方言的人做你的主簿，最好是当地人，这样他既可以帮你办案，还能帮你说和，总比你现在这样施展不开拳脚的好。这倒是个好办法呀，这是个好办法呀，娘子，你真是才貌双全，冰雪聪明。能有解决的办法便好。今日不早了，要不我们早点休息？也好，今天我也很累了。那我先回房了。哎，娘子。这便睡下了。我草席呢？阿娇，阿娇，阿娇。阿娇，阿娇，我的草席呢？阿娇，阿娇。阿娇，
刘员外，玉娘，你可让我好等啊！贾老板呢？不是说二位一同前来吗？今天我找你说点正经事儿，老贾在，咱们不方便。刘员外，请。哎，请。玉娘啊，我祖上不是传下来10几亩良田吗？前段时间有佃户到我田里面去耕田，你猜发现了什么？什么？一座古墓，也不知道是哪个朝代的，那里边的金银玉器那是一大堆呀。刘员外好运气啊！这个嘛，这跟我平时乐善好施也是有点关系的。只不过呢，这个总觉得很晦气，我就把它们全部给转卖了。现如今啊，我这个手头里面那可是宽裕的很呐。现在啊，我就是想，我这个。刘员外，刘员外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玉娘，你听我说，只要是你愿意跟了我，我保你这辈子荣华富贵，到时候咱俩可都是好日子啊！你放开我！刘员外，高大人，这青天白日的，是想跟我去一趟县衙吗？大人，您看我这记性，小的家里面还有事儿呢。高大人今日怎么有空来了？你把这玉春楼关了吧。高大人好大的官威啊！回来我玉春楼，不是到处搜房，就是惊扰喝茶的客人，如今连生意也不让做了。你认为他们真的是来喝茶的吗？那高大人又是来做什么的？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仗着美貌，以卖笑敛财。高大人，您自己出去看看，整条街上大家都是做生意的，谁不是笑脸相迎？裁缝铺的钱老板，果子铺的陈老板，人家生意做得红火，和客人称兄道弟的，谁见了不是夸他们聪明能干？为何到了我一个小小女子这里，和客人交了个朋友，冲客人笑一笑，便是下件生意了？那方才呢？若不是我及时前来，你要被他戏弄到什么时候？难道为了挣钱，清白名节都不顾了吗？清白名节，我怎么就失了清白名节？玉娘卖的不是茶叶，是茶艺。你所看到这茶室中的种种陈设，窗外小景，炉中熏香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这身衣裳，都是精心算计过的。我就是要让客人开心高兴，能够忘却世间烦忧，舒心的小气半晌，也仅止于此。这便是茶艺之道。是，确实有一些登徒子对我不怀好意，想要轻薄于我。那难道我便因此不做生意了吗？若高县尉不想看到我小小民女受人欺凌，那便把那些登徒子抓了去，劝我关张算怎么回事？若是关了玉春楼，我难道要喝西北风去吗？是啊，我承认我需要钱，这不丢人。可我拿钱何用？这是我的个人私事，只要没有违反上庸县公序良俗，便不需要高大人您来指摘。高大人请回吧，以后除了公事，也不必再来了。
其实这原住民来为官啊，从前也不是没有过先例，只是这位主簿以前一直居住在石阳寨，恐怕对县里的其他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啊。大人，莫主簿到了，快请他进来。是，请。见过大人，见过诸位。坐下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在议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有谁知道这今日的米价是多少？大人，这个我派去的人还不曾回报。620文一担。哎，那个谁，等一下，说你呢。段押司，我叫莫庆，不叫那个谁。要不我说你们这帮土著不懂规矩呢？刚才那种情况，你即便知道米价，也不能说出来啊！你懂不懂啊？今日不说，更待何时？我知道，米价并不是需要时时刻刻都明白的。我这么平白无故的疑问，必定会引起大家的慌乱。大家也都不是第一天上任，也想要这一团和气，相互扶持。所以之前解决不了的麻烦事，也不是光靠1、2个人的力量就能够解决的，索性放在一旁，不去理会他们，是吗？我仔细翻阅，上庸县近30年来有将近50余位官员，在这些官员当中，竟然没有1位是通晓本地方言，言语尚且不能相通，又怎么能够做到掌握实情，会通民意？这就是今天我把莫庆请来的原因。若大家只是想摆摆样子，在这一潭死水里像个污浊的轻浮，那上庸县定不是你们的安枕之地。若大家还有心劲儿，想同我徐某人一同为百姓谋福，从今日起，关于政务，大家尽可以直言不讳，畅所欲言。听明白了吗，段押司？明白，明白。如果没有别的吩咐，下官告退了。下官告退。你有哪老公啊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，您夫人真会挑夫君。我知道你是夸我有男子气概是吧？他是说胡椒调教的好。莫庆，我案头放了一些需要重新做民访的旧案，限你3日之内看完，向我汇报。是。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你醒了？你回来了呀？菜都凉了，我帮你去热热吧。不用，我在县衙吃过了，我不饿。你好歹吃点嘛。好，阿娇让我吃，那我便吃。在座的诸位，可有人认识他们2个？哎，这不是前日我去西郊，在那边帮我找人的普查吗？这2位其实是在莫庆教授了他们官话之后，
我派去协助大家的2位差人。从前大家不愿意和原住民来往，加之语言不通，所以更没有什么人情可见。但现如今大家相互协助，想必也能够放宽些心了。从明日起，先前因为清查旧案耽误的县学事宜重新兴办。这次重点要收录的是原住民中间那些不通官话的少年子弟。今年年底之前，原住民缴税、签文书都得要清楚钱花去了哪里，才不至于引起民怨。关于收录原住民子弟的事情，合并原有的2家学堂，这地方差不多是够用了，所以县里的库银也能够勉强的支撑一下今年的开销。但我要先把话说在前头，这来年的春耕，我们得按亩收税，绝不能把公家的银两揣到自己的兜里，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银两去修缮新的学堂了。大人，莫庆有一事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这讲呢，恐怕这库银便不够了。但说无妨。是西郊地区的老百姓们，他们先前经受了池文郡的横征暴敛，后来又有多户人家的青壮劳动力被绑到了石阳寨银矿。解救出来之时，基本都被折磨得不成人形。下官近日前去探望一名在石阳寨时候认识的朋友，发现西郊街市凋敝不堪，毫无生机。更是有10几户人家的适龄学童，在贫穷或父母早逝的情况下，流离街头，一个个骨瘦如柴。没想到石阳寨银矿一事，竟给大家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害，是我大意了。母亲，此事你立了一功，但西郊的孩子们，我们绝不能坐视不管。我们需要另给他们找一个地方，供他们上学。这样，在近郊有此等境遇的孩子，我们一并招收。另外，你张贴告示出去，我希望这兴办学堂的开销，县里的商户富绅们能够出资募捐，帮忙分担一些。父老乡亲们呐，这位就是我们新上任的代理县令许清家许大人。下面让我们有请许大人讲话。大人请。古人云：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。是故古之王者，建国君民，以教学为先。本人许清家作为上庸代理县令，以兴学为本，募捐建县学，望各位商户富绅都能够慷慨解囊，让近郊甚至偏远村寨的孩童都能够读书识字，成为国之栋梁。”原来不是唱戏的呀，耽误时间。走走，大姐别走啊！你看看。大爷，兴办县学要不要捐一点啊？小朋友，你要不要上学啊？了解。哎呦，走，快走！你怎么来了？过来坐。你以前不是不愿意来我这里的吗？怎么这几日还挂念上我了？谁挂念你了？你总看着我做什么？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呀？哎呀，真拿你没办法。有心事？
那让我来猜猜，你们还没圆房啊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呀？你害羞起来的样子吧，蛮可爱的。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人？江月何人初照人？娘子，香哥，阿娇。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怎么都开始念叨起胡话了？早点休息。我如果还不成功，那就皮厚一点，装作胆子很小的样子，腻在他身边，抓准时机，一击击破。哎呀！娘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卧房有鬼，我好害怕呀！闹鬼了！哎呦，赶快让勇士过来，去找一下当地道爷瞧瞧。哎，我怎么会怕鬼呢？我是怕老鼠。卧房有老鼠，它吱吱乱叫，叫得我头疼。以娘子的功力，怎么开始怕老鼠了呀？那还不是3两刀就把老鼠全消灭了？哎呀，反正你就别管了。我好困，我想睡觉，我现在就要睡觉了。姓许的，怎么了，娘子？你这一天到晚的，你就扎在这儿忙活了是吧？你的公事能比你娘子有意思吗？娘子这是何意啊？行，那你明天也别回来，你去和你的百姓过日子吧。娘子，哎。哎，娘子，哎，你的公事能比你娘子有意思吗？
教我的这些都不管用。可是我体质不同，若是这些都不管用的话，只有2种可能性。什么可能性？做不到或不想做。做不到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别咒我。这许清家吧，怎么看也不是第1种。第2种呢？不想。他为何不想？你想想啊，人在什么时候会失去所有的兴致？烦心、闹心、不开心的时候。所以，你最近有没有问过他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相公，今日我们来聊点正事吧。娘子，是不是家用又不够了？这个月的俸禄就快到了。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啊？还是因为兴办学堂的事情。是库银不够。数十日来，我们日日在街边开设募捐箱，就是希望能够有富庶人家慷慨解囊。可是，都这么些天了，才筹到10几贯钱，也就只够买几扇门板了吧？那还差多少？从现在到年尾，至少要1000贯。我是说，如果你的娘子我帮你筹到了1000贯，你该怎么谢我呀？你有办法？你往楼上看，我看看。是啊，真是佳人。哎呦，嗨，真乃佳人呐！这也太漂亮了。不知道哪位老板有这福气，可以娶到这样的美娇娘啊？一国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你不知倾国和倾城，佳人难再得呀。为何还不开始啊？这是让我们做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老太婆，你怎么还不开始啊？吉时未到，人也没有到齐。嘿，你个老太婆，我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什么时候开始。哎呀，俗话说家有良田万顷，不如有一技傍身。刘员外可真狂妄啊！哪儿冒出来的啊？哪儿冒出来的？是啊，看这模样倒是穷酸的很。见过。对呀，陌生的很啊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哦，原来是个穷鬼。哎呀，看你这个打扮，不是个穷酸书生，也就是个落魄的教书郎吧？凭你也敢坐在这儿，有点自知之明的话，就赶紧滚吧。赶紧走吧。今日台上坐着的都是出得起价的人。哎，夫人，
许卿家，胡椒搞什么名堂？阿娇，他怎么了？他搞了个什么募捐招妻，出价最高的人可以迎娶玉娘，还妻妾不论。现在玉春楼那儿，等着好几个富绅要捐钱给献学，迎娶玉娘。如果你的娘子我帮你筹到了1000贯，你该怎么谢我呀？你有办法？完了完了，搞这么大！高大人，您先别着急，要不咱们多备些银两，这万一……走吧走吧走吧，玉娘被人娶走了，有人可要杀人了。在座的诸位，都是我们上庸知名的商贾富绅，今日肯慷慨解囊，为我们上庸的孩子们捐建献学，实乃乐善好色，寡义薄情呐！这怎么说话呢？啊！许夫人是乐善好施，高义薄云。啊，对不住了各位，瞧我这嘴，乐善好施，高义薄云。哎，这才像话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便正式开始了，请诸位将手里的银票放到前面的箱子里，我们会请专人来清点具体的银票和财物数目。待确认完毕之后，您就请在契约上画押。大家尽可放心，今日我们请到了上庸第一公平婆作为见证，保证捐得最高者能抱得美人归。下面请各位把准备好的银票放入箱中。哎呀，这穷鬼啊，也想吃天鹅肉。好，捐定离手，不得更改。现在开始验票。高大人，你等等我。高大人，别冲动啊，高大人。高大人，哎，高大人，阿娇。你在搞什么呀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提前和我们商量一下？我们不能以牺牲玉娘自己为代价而帮助我们呀。何况你也知道，高正心里是有玉娘的。你说句话呀！我说你能不能别瞎操心啊？那玉娘到底能不能跟高正在一起，或是嫁作他人？到了畅宝不就知道了？哎，阿娇。高大人在这站了一盏茶的功夫，是有什么话要对玉娘说吗？胡椒夫，你也跟他一起服？高大人真是有意思。我记得前几日，你不是在这说玉娘仗着自己的容貌换取利益，看不起玉娘吗？我如今是仗着自己的容貌给孩子们换取利益，怎么又不对了？我之前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说，你不必对所有人都那样。你知不知道，他们好多人来此，心思根本就不在茶道上，
所以别人的心思如何，难道错在我吗？如果因为貌美，便不能做我喜爱之事，不可赚我可赚之钱，高大人认为这公平吗？请诸位捐赠者移步到桌前，待公平婆确认完毕之后，各位在契约上画押。我何尝不知道底下这几位是什么心思？原以为高大人今日来，能以不同之貌出现。很可惜，看来高大人上次回去，并没有改变对我的看法。既然如此，高大人和底下这几位又有什么区别呢？玉娘，或许是我的思想过于陈旧了，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打着茶道的幌子来看你。是，你没错，我不该把责任归于你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也不能为了置气，就不对自己的后半辈子负责呀。大家注意了，契约签署已完毕，经公平婆确认，现在即可公布花落谁家。这次募捐共计募得善款2030两，2000多两。多谢各位老爷捧场，玉娘代上庸县的百姓谢过各位了。看来这次得给玉娘多备些嫁妆了。吴木竹300两，王如德250两，张志鹏380两，刘真昭500两。别出手！恭喜啊！大家同喜，大家同喜！哎，这是，哎呦，老太婆，这最后一个，我看就没有必要宣布了，直接宣布结果吧。哎呀，这个小玉娘终于是我的了。那么这次捐得榜首的是，感谢各位，玉公子，感谢各位。怎么回事啊？玉公子捐了600两。怎么这么有钱啊？就600两。鄙人是玉娘医师，代表她进行捐赠。代玉娘捐赠？这自己捐自己呀？是啊，把我们给耍了吗？这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看，
这算哪档子事儿啊？这不耍我们吗？各位请安静。今日募捐，多亏玉娘倾囊相助，代表玉春楼捐得600两银子。诸位若有疑问，请看看面前的契约。无论男女，玉春楼掌柜玉娘，